好，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台北市公馆上款的保护伞餐厅，内底员工拢是反送中运动倒亡来台湾的香港人。顶个月16号，防判这个垃圾面餐厅因此来停业将近1个月，即卖全面征收，中昼重新来营业。支持的民众到场来消费。立法院长游锡堃嘛特别送花，甲因加油鼓励。体育强迫停业超过3礼拜，总算铁门拖开对外营业。会知影立法院长游锡堃的花篮就送到门仔口，谁卖行行，甲你支持到底，嘛有真侪支持的人来到现场消费。人客行入来嘛，敢若期待真久啊！内底设备、桌椅啊、含餐具拢是新的，壁嘛拢定擦过。人民菜买将嘛特别感谢停业时间有真侪外界朋友斗相共，员工辛苦拼扫，薪水照付。营业时间为拜3到礼拜日，嘛强调打击，敢若会互因愈减硬。嘛对香港人讲，就算头前的路无好行，爱会给你坚定信念。文章尾啊，搁一摆替香港的民众加油。OK， 欢迎大家进来里面吃饭，那我们就一律人受罚，谢谢。有民众甲因破垃圾的物件，点解即马定做生理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，伊无伫咧惊。